貴絕屯門區嘅龍門入伙，部分座數中間有幾條巨柱，點解呢？窗台加闊到30吋，同其他新盤睇齊，打破一向比較實用嘅優勢。貴絕屯門嘅龍門入伙，實用尺價平均賣到10500蚊。嗱，屯門樓賣到市區價，仲要接近沽清喎。相信大家最想知咧，憑咩呢？嗱，咁的確係啦，屯門區嘅神話，而且啦追查翻買家嘅身份啦，又唔係特別多內地客追捧啫喎。咁國語拼音嘅買家啦，只係佔咗全盤嘅1成半，而以公司名義買入嘅咧就佔1成。咁龍門啦係政府推出 BSD 之前1個月開售㗎，咁仍然係本地客佔大部分，咁銷售策略啦都算係成功。發展商曾經講過啦，有3成買家係一炮過啦冇做按揭㗎，連實力雄厚嘅投資者都追捧啦。樓盤嘅包裝手法啦，真係好值得探究喎。嗱，計我話啦，新地就用咗一招最殺食啊！係咩呢？嗱，就係將樓盤結合商場，大賣內地客嘅消費概念啊！因為龍門鄰近深圳灣口岸，坐過境巴士啦，車程只係半個鐘。咁新地啦曾經話過會增加屯門站嘅過境巴士數目，去到每日500班啊！咁等於通關時間啦，平均每隔2分鐘就有一班車由深圳灣直接去到 V-City 購物啊！咁睇商鋪組合都知㗎啦。根據商場嘅網頁，最受內地人歡迎嘅化妝品同埋美容產品店，以及鐘錶珠寶金行啦，夾埋佔整體店鋪數目多達3成㗎。咁拆解龍門嘅建築特色啦，同商場都息息相關。不過係咪值咁貴嘅身價？睇完分析，大家再評價都未遲啊！驟眼睇，龍門嘅建築設計同一般嘅新盤冇咩分別，但細心留意，無論係第1座定係第3座，中間都有幾層偷空咗，變成幾條支柱托住樓上所有嘅單位。翻查樓書，原來呢2座由第19樓至到25樓都分別冇咗 F、G 室同埋 B、C 室。取而代之係一個叫做交界板嘅結構，究竟有咩用呢？呢所謂叫做交界板咧，就即係叫 transfer pay 咧，其實係一個結構嚟嘅，即係話一條柱咧就唔會由上邊一路帶到落去下邊，咁令到咧下邊嗰個空間咧嗰個組合咧係可以有同上邊係唔同，咁咧就尤其是對商場嚟講咧，你唔需要咁多條柱棟落去咧，咁你個商場就會好間啲，咁價值都會高啲嘅。更重要嘅係呢啲結構位唔使介入樓面，所以大廈只要向上發展，符合高度限制，發展商就唔會有任何嘅損失。除此之外，一共分為2期發展嘅龍門，除咗喺平台層設有1期嘅會所之外，喺第2座20同埋21樓劃咗做空中會所，提供健身室同埋水療按摩等嘅設備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有可能佢應該就係考慮個商場嗰個即係價值咧係比較大，因為呢度都幾旺下，因為佢下邊係即係地鐵站啊。咁所以咧就佢如果佢係考慮個商場個價值係高嘅話咧，佢可能咧就寧願咧就將個會所就唔擺嗰度啦，就擺喺即係高層。而為咗唔妨礙第2座嘅住客，售樓書仲寫明預留咗特別嘅通道俾住客進出空中會所。亦都反映發展商為咗擴大商場嘅面積，建築上想盡辦法偷位。不過龍門平均1層多達8伙，其中細單位集中喺景觀最差嘅第5座，更加係1層多達10伙，密度媲美公屋。高密度屋苑賣豪宅價，唯有用包裝補救。每座都有4部客 lift。而後樓梯仲有貨 lift 方便搬運，提升身價。豪宅包裝當然唔少得特色單位，1至3座嘅頂層都有複式嘅天池屋，1座頂層 A 室泳池滴滴色色，300尺唔夠，叫價竟然高達7000萬。相比之下，隔離 D 室嘅樓價就低3成，結果成功賣出，但係實用尺價接近23000蚊。
其實已經創下咗新界西嘅最高尺價。而且細心留意開則，單位只係有一個39尺嘅按摩池放置喺天台度，發展商稱之為天際屋，亦好易同天池屋混淆。近年特色單位稱呼啦千變萬化啦，天際屋同天池屋爭一個字啦，可以有好大分別㗎。咁隨時將按摩池當泳池啊！嗱，至於咧龍門中空處嘅設計啦，新地就回應話，純粹為咗通風同採光，同商場嘅結構啦係無關嘅。嗱，無論如何啦，都好佩服建築師諗得咁盡啊，因為咁樣編排啦，完全唔影響住宅樓面，仲依舊發水添。咁其中環保同適意設施夾埋就起得咗接近30%。而3樓同5樓啦就係停車場，一共提供121個住宅車位，咁即係平均接近9戶爭1個，合共起得咗1/3。咁連同部分單位附設外牆預製組件啦，同埋玻璃幕牆，咁龍門一期啦夾埋就起得咗超過一半，去到7/5。咁大型屋苑之中啦，數字都算高㗎。其實商場值錢咧都有數得計㗎。咁據了解 ，V City 嘅尺租咧係介乎50到280蚊尺之間。咁預計全數咧大概130個鋪位租出之後啦，一年嘅租金收入啦就有2億㗎。咁加上啦，區內缺乏大型商場啦，令到買家都無限憧憬啊。驗樓單位啦係一座高層 G 室，實用係886尺嘅4房單位，樓價要1415萬，咁接近16000蚊一尺㗎。咁所以老實啦，業主更加關心啦係內籠質素。咁即管睇下用料設計係咪真係拍得住咁貴嘅身價啦。首批收樓嘅3、4房大單位，景觀相當開揚。為咗擴闊視野，喺主人房度加裝咗弧形大玻璃，感覺奢華。呢啲咁嘅圓形咧，首先佢嗰個物料錢係貴好多嘅，咁啊即係物料錢貴3倍到啦。咁難度咧就係呢啲嘅鋁要拗彎佢啦，特別腳線咧，即係咁樣釘法咧，一邊釘一邊彈咧，係好難釘得順圓嘅。不過測量師就認為弧形玻璃窗花巧大於實際。而你如果擺咗張睡床喺度咧，我覺得咧90%幾嘅機會咧都會係拉晒窗簾。類似嘅花巧設計仲一路延伸到去主人套廁。浴缸底裝咗塊鏡，睇落美觀，但用落就會反映咗地面嘅污漬，再加上鏡面鄰近花灑位，亦會帶嚟唔少嘅隱憂。咁啲花灑啲水淋咗落嚟咧，呢個鏡咧係好容易會整濕。咁如果佢有少少嘅罅係擠膠都擠唔晒嘅話咧，就好容易會滲咗落個鏡後邊咧，就好容易個鏡係會生鏽嘅。咁就應該保養起上嚟都係困難。套廁考慮不周，就連客廁都一樣粗心。其實咧呢個水龍頭咧就可能係做得高咧，就係定抑話呢個櫃咧係做得矮咗，咁所以呢個位咧就好細嘅。咁你開嗰陣時咧，其實係頂手。咁如果你話開咗，你要閂翻嗰陣時，如果你係要快手咧，分分鐘撞埋去。咁所以呢個咧有少少危險嘅。但偏偏主人廁就冇呢個問題，反映設計師大意所致。去到露台，以為同主人房一樣，可以飽覽河畔優美嘅景色，但偏偏又對住隔離屋嘅工作平台，未免大煞風景。翻查樓書，類似嘅情況喺 A 室同埋 B 室都一樣揾到，其中 B 室嘅露台仲直頭喺正 A 室嘅工作平台隔離，令到私隱度欠奉。而拍攝單位嘅工作平台仲對住廚房部抽氣扇。喺度晾衫嘅話，衣物難免會有油煙味啦。話說咧，龍門最早聯絡我哋去驗樓嘅申請啦，全部都係一座 G 室㗎。好明顯啦，發展商刻意安排第一批交樓嘅單位咧，就係呢類。咁交樓啦，當然做足準備啦，但係都要中肯啲咁講啊。咁究竟去到後期細單位入伙，交樓手工仲係咪 keep 得到啦？我哋就以今次交樓質素嚟做準則，先睇下驗樓結果。一座 G 室嘅單位，精心安排首批交樓，內籠質素似乎都早有準備。呢個單位其他嘅地方咧都做得好靚啊！啲門基本一粒崩翻都冇，油漆係有啲即係入嚟都唔知邊個整污糟咗少少咁解嘅啫。
單位嘅設計上都花咗心思。入到廁所，鏡櫃唔單止冇崩花咁簡單。嗱，呢個鏡櫃框咧，呢個圓位咧，其實就幾難釘嘅嘢嚟嘅，因為呢件係板嚟㗎。咁佢由直板拗攣個釘咧，係會幾難度高下㗎。工人廁採用新嘅趟門設計，避免沖涼嘅時候水會流出嚟。呢個設計咧就係隻門咧，將個 opening 咧，或者將個門窿咧，就全部封遮晒嘅，啲水永遠走唔到出嚟嘅。所以點淋水咧，啲水都唔會走到出嚟㗎啦。呢個就係改良設計嘅好處啦。下邊亦都係啦，有個擋水啦，咁啊，所以啲水走到出嚟都係留翻喺個廁所入邊嘅。阿占驗勻全間屋，不論係客飯廳、4間睡房同埋廚廁，冇事，都揾唔到大問題。極其量只係有3處嘅小瑕疵，分別係廚房地面嘅雲石、露台地面嘅瓷磚有崩花，以及係工人廁窗邊牆身揾到一塊空心瓷磚。全屋夾埋淨係揾到呢3個瑕疵。按實用面積計算，單位攞到97分，評級係 A， 表現極佳。分數又 keep 得到啦，但係室內發水就失手喎。咁3間睡房嘅窗台跟風起足30寸咁闊，令到地氈面積咧只係得692尺，同實用面積比咧就係唔夠80㗎，跌到同其他發展商差唔多，再冇優勢啦。受制於一手新例，實用面積同地盤可建樓面比縮咗1/3，亦都同其他新盤差唔多。對於驗樓結果啦，我哋聯絡過發展商新地，回應話所有瑕疵已經完成執收，又話浴缸底塊鏡牆啦，底板用咗防水物料，咁4邊啦仲有不鏽鋼物料覆蓋，所以唔需要加防水，膠邊都冇問題。驗樓當日啦，代理話單位已經成功租出咗，月租係36,000蚊，實用尺租41蚊，暫時係最高嘅租金記錄。不過租務回報啦，圍起只係得3厘1啫，咁輸晒俾市中心其他屋苑至真啊！咁仲未計實用尺價係要2個8嘅最貴管理費啊，扣埋回報跌剩3厘都冇。咁暫時叫租由1房最平啦係11,000蚊啦，實用尺租30蚊，去到4房最貴45,000蚊，尺租51蚊。不過咧入伙湧現大量租盤啊，由上個月咧大概50個飆升到今個月大概90個，升幅80%啦，隨時有減租壓力。咁加上2期開售在即啦，咁被得過 SSD 嘅公司客部分咧就寧願棄手，暫時錄得4宗公司買殼嘅成交，帳面賺幅係4%至1成半。嗱，最新例子有呢一單嘅5座中層 J 室，一個實用642尺嘅單位，業主上年以639萬買入之後，再以700萬賣出，帳面獲利60萬離場。